今日有位表友攞咗隻手錶過嚟維修，檢查外觀之後，發現把頭壞咗，把芯都斷咗。打開後蓋一睇，把芯位置有厚厚嘅鐵鏽，把芯俾鏽蝕得好嚴重。因為入水之後冇即刻處理，搞到啲零件都壞埋。拆咗指針之後，檢查機芯輪繫部分，發現機芯夾板上面啲紅寶石眼入面嘅潤滑油已經變黑變質咗，中心輪夾板嗰啲油都變咗好多油垢。呢度就係主夾板上面變質咗嘅潤滑油。機械表每個紅寶石眼入面嘅潤滑油，一般嚟講都可以用2-3年。如果長時間冇油潤滑，啲零件之間就會出現鉗磨損，會大大影響隻表嘅壽命，嚴重啲仲會影響走時準確度，甚至停咗都唔屈。我哋用專用嘅洗表油幫每一個零件清洗乾淨，呢啲就係已經清洗好同組裝完嘅機芯。